嘉宾，各位满意，晚上好。本郡诗为一日议，今日呼写复名义，为谬三十，一副五代，律诗为第9一册。现在开始。雷丽女啊，我真的没考我给。为啥？一个呢，你这个来动我才记一堂，心里想特别兴奋。对个，今朝很懂你来动我是老的听书。是呀。我也很懂你来个来宾朋友们啊，对。为一桩事体，我也特别兴奋。那哈，谁是哪位？我说。平常辰光只是一高头一个呀。哦。那么今朝你当我一台搭子弹不是个南嘛，不晓得有开放者，那么我也兴奋的啦。说啊。哪了？只是人就来狗子啊。啥个？我不是的。只是神就我一狗子啊。神就呢。根本你来了不必说啥呢？我是只是人手里。哦哟，容易，加，不过呢，我弄到身上不晓得个门我来讲不来听。实际上嘛，谁讲过神就要请教哪个咯？你东讲高考去，你当真的呢？哎呀，哪个时候你才不上路呢？我刚刚考，我都一考，我还是一眼说出的。今朝心情飞扬。是呀。很多劳动是拉下头了。哎。那么回想起很多兄弟的事体。是的。哎，不过今朝个节目了。说与说，那么万里牛来看呢，我忙下去了，有交关长辈来听众，年纪比你2人才大。那么今朝搿点节目，你来个刚好不自家再来向里头教材告诉你，在里头来讲给你听嘛，但是不，我跟你想法不一样。哪了？今朝非要你讲节目，非讲节目，根本就非要你教材节目，根本哪行呢？我刚刚说过，哎，很多劳动我今朝一道听你的诗，哎，就回想到以前。没有味道。那个辰光风风雨雨、艰难曲折，搿点小辰光事体讲不来听众们听听。嗨个，你对台上事体嘛才晓得，台下事体有交关都不明白。葛么实讲，你为之增加口听性呢，拿你生活当中的闲文就是来讲点给大家听听的看呐哈。阿丽啊，那哈，谁讲今朝上的第一个节目？王世清唱《迷宫面》。唱张两个，哎，你张老师了，你班里向学生子一共2个，一个王家明，一个王世清，对，2个侪是南洋人，才欢喜改，不容易。那么个王世清小辰光你对谁要改？那大也可改，搿当我也晓得。外科么也可宰，家里唱一段么可宰，来是批评你们也可宰。搿个呢不好怪改。哪了？我现在当中哭不哭，我还没预感晓得嘞。为啥呢？小女了呀。30年问题你几岁了？哎，对个。王世清几岁了？14、15岁个大小女呀。那么大家不哭辰光里欢喜哭啊？现在2岁的小女，这帮的小女啊，对。哎，跟我14、15岁，离开爷娘，农村到上海，这跟现在你中国到国外去出国不是一样的？有人不是讲有不啦？当然一样的，可是相对比较封闭。哎，那么这个靠哪里说？你们南洋人们的喊叫了。到上海来，哎，也要摸手指闲话，哎，也要么弹琵琶，也要历史笔啊。那是蛮难个。子上对老师上对同学，一口子上去唱要说，你想14、15岁，哎呀，好子嘛要哭个了。哎，一好么哭在。对了，还有个南瓜个。这个用功个。用功我没陪我王世清。啊是个。你特别那个不一样的。讲不都听。来。你离身了，已经拿这张面本在那个面孔上里发生的。你说面本？你忘记脱噻？这个是有讲究的。啥讲究的？理身要理公民。哦。孙老师讲，搿公民了要自家听得出，来发的啊正确不正确。哦，是这样的。不是那把王世清想出来，我找面本去套那个鼻浪向。那么一套鼻浪，你自家装，搿是有回音的。哦，对。那个长的了，是面本里向理出来。好。哎，万里牛你也晓得，王世清理身的搿张面本现在还扛辣海。30年回来了。扛下来海哇？在啥地方？上海文革商店。当股东。罗里一位来听众如果想拍妈妈，等是有的来寻你2高头啊。妈妈非要妈噻。哪了？15岁新开的平台，把我过送到平台，把我过去。那个当上了。哎，我啥事？哎，你请听王世清，那面本里向理出来长调，你聪明。一个个长的。请听。刚刚2个人嘛起步了，来回讲。实在你30年下来，大家自家老弟兄，那么今朝事业你就会高兴。那么我们跟张建林老夫子，先生是搿辆商场是呱呱叫，一来宗师，
半日后下次呢，不到假期，皮毛分和尚，那么今朝你开心啊，我唱两句迷功名。神兄啊，侬从娘洞里向养出来，两只脚杀自己，为举此龙，拿特这个块石布啊，侬谁都是的，说出来了，要到50年时段，神兄。
想是，倘若改口不忠，不晓得不忠两个字啊，谁比那是不起？他是我刀劈泪目我觉得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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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宋子，no， 宋子。今家的虚人没法落空，娘子啊，红人比来好像相逢，我们为此来要真来三杯长饮。种子，夜深处下，他们夜深处下，发力。范林牛为分拉开某个前头啊，立了浪上心事，需要须得上么里当我说，森林里啊，别人家清单半亩人嘛，我们一米不是，雨嘛停停下来，跟你两栋半户青山你们打出来的就能够面对着啊。立了浪好，那么我做历史上工作，我讲你去地上家，没了，那方才你自家是归为是了还，不一定能辩证给。恐怕有交关朋友晓得，让2000年世界模特比赛浪向，你中国一位姑娘叫吕毅，姑娘真能蛮大个，小眼睛，她不对，黑嘴巴，黑面孔，但是哪姑娘欢喜的，哪姑娘的主角哪是呢 ？Chinese girl， 啥意思嘛？有中国特色的美女。我们说范林女啊，男生讲不机会去评啊，他是男去评论啊，我主角还是呢，有 Chinese boy， 你说啥意思讲？有中国特色的美女子啊，别个男非相信，那是中国广东 boy 啊，说广东 boy 嘛，还没好的，跟我自家一讲嘛，你信心是作者，靠我在，哼，你看实际上说明的啊。是我毛线不好看进来的辰光，开的辰光我已经自卑感，后头来了我试一试一看，我一唱一看着，我这样不自卑着，女主子打上头去，一个上头听众还可以看的这头，说范先生，那个书没说了，中之好了呀，但不过人家对哪呢？离个里面还够，离个里面难道山沟啊？你还晓得我到底哪讲？你适合没不适合的，你也晓得了。美国地区开的这2只航空母开，才在我的营做了老干。十万以来，你讲我是心心加载，心情开心。那么另外呢，要有请东方之星，该部门的
CDC 御用3个学生子王伟峰来为大家欣赏一段行头，有请两位。早进时期，今朝么为母30，那么你都是搿点老师呢是30年的复旦生涯，咁你分到30了，咁你哪搞了啦？今朝一来呢，向各位老师的作务，那么你人之间呢，没谁摸里多。这样一批老师啊，人非常都没那么，但我这个一般呢比国家寡人才。那么你这么30，我一数呢，今年我是和你在一个19年，那么周居不做事了，那么20年嘛就称他我们一代做他子老代。那么今朝我们向各位老师的表示作务稍微岔开。一日上了亲，身健康。那么请吃过来唱吧。总是唱两句你欣赏的代表作，因为哈子们为了后头。所以识相的瓜的，稍微唱两句，表表心意，请听卢后里戏曲《相飞我是台》。
是一位信徒，不人那王会，让相府是往里挑灯压斗，决定守君邦，忘恩思双有，相府欺君女，当下配良语，下过王愧，谁黑相府的招亲，欲有真相之，俱为父亲。蒙恩相岳母，结义这辈，生日10日得水，为相塞东，与交贵人一度姻缘。事到如今，我好比狗一原意，他们是同一然沉默。看来这边妇女局长啊，这个历代来生再数王奎，李国大个被风吕局长也到何一时再说，分享到今朝贵人需要的人上的。不过王奎想今朝个读书了不得，心人不定，手力不安，那但是，这是身上的当口，听起长廊响，唰唰，外边吼人。不声音，不定性。立起身来，过来的该打，我操，嘎，得了一开，一口门不人，压力强，口袋外的黑人人，时阴保守，谁人助月，吹风瑟瑟，风。是在身老乡，这可能有点阴水水呀，身躯定有一派萧瑟气象，神兮兮眼塞塞。到那个声音，带个每一口嘛，哟，原来是你呀！原来是凤尾苍松，年风风，手一个窗儿。有人来，欺负就欺我动也，
天哪，天马一人叮当响，东黑绿不许觉得心喜盼望一杯喂。不人我唱乖乖唱，为得史书里生计受定，哎呀，一个人中国心神不定，那么上回去困难，我也不幸福人讲的，奶奶独自一些事情来唱，是个。然后再多他两个事啊，谁争气吧？所以我是非开来，每家的人都是。你枉亏你，到了娶几个新妇人，你要晓得你真正的妇人的来着，啥人？来养起有理的结婚人。对，凄凉月，照进黑夜深，下楼结归也。四百万亏许去，在那黑人面前有两丝心，万亏呀万亏！为我黑日谁们幸福。希望荆州与他这对分明，会因为怕。大概他相互忽悠，拒绝见面了，来的呀，有灵光大，对不知这负心孩子谁与何去了？两位有生，对不是。去一个非中
是呀，听大哥哥都是深夜，桂英的心答应我走了。想想了老来年，夫妻不到3年，个人几乎也好。不察至于小姑娘一代变心变得3块。阿为相夫在亲，你是吃于无奈；阿为个封虚事，你是不牛下干。那么假使是这样的时候，我是这样进去门里，岂不是丑寡里了吗？啥个？让我谁带里想起石头看。假使小姑娘为于一点点愚人的手，那么我死了，阿才受了。既然要起石头，谁不能够不理想的？我已经死了，非这个手非好啊一个。你的这点，并家不必个对方理一理。衣裳整一整，谁偏过来的失望门跟谁细细来拉门啦？都未必后人是喽。一听声音为温柔，莫非夫人来了？真是！哎呀，原来夫人驾临顺山，待下步谁来念罪？妖精对廊下苏灯水的追着，勾来大门跟随，门是过去的门嘎嘚儿，桂英身体一疲，大理下，因为我对屋里向2口不身上，只顾到高先生来时，我们乖乖堂回到了，然后灯对廊一放，妖精真正不随大堂来哟。夫人想谁是一心更深，夫人少人上郎庭院，貌似风龙来到书斋，说起夫妻相爱之深，那个下辈之相与你了一功到底。去世上郎的有老兄来呀儿来，哈！一听雷阳的心里对了，雷阳把本人交桂英对垒起了一口，是的，是的。你哪位的来？我300两银子一封书是弄来修特子，现在我已经相夫走贼，想得给到江海我的不是，原来是你是那。哎呀，奇葩！想而间，松松门屋未开，难道你真是等人家务从天上而来？一听口气不对，拿去女生做吧。假使一去女生，我打了个闲话也讲不落啊！啥个？谁来嘎嘎你个尾巴？亚美儿，请君猜，我生日非议，谁来为玉郎君留也？生在来呀，心在你。爹，其理也是来，是的一个字来，未来之人呐，似与郎君分别，我父也是不想你的归身，父也肯不
你说你郎君，对不起孤身生去口。少女空大的豆腐下过夫人不好，对牛小气爱他，做妻的已是发心里。爱与不爱，后来我这个啥玩意？哈与哈不管你耍气，想我当然是夫妻呀，夫妻是同样相关。可是内心的异地的事情，你说的在骂起，让我来提醒你，不是你口舌记得，去你生催，那是西风瑟瑟，不生不义见到，走起的谁帮轰然风霜。老实的郎啊，时光不再你恩瑞吧，无人一代，我两足驷马不能也追，我把你付之忘去，你两足士兵走起的。你种下不必到得来者，你得了主心，我去的地方一子，你方我修育，世间故人一生三次，怕你举兵佛法，复生是风，狗儿走起，得你送地方来。对呀，听得该当这个也是哪个？神非常对的。我两次新闻侪是观音授权，第一次。东江老师头里是观音我居住有之力，真心托付两个人结为恩爱夫妻。第二次我分开去为做了家谱本人告诉我发奋用功，东两天读书读到半月里，等到立起了真的到了地牢，啥体家里像风水的特级本，市里农我菜单上向，我是讲你个身体。我两只冰冰的家5年，等到门家请郎中先生来看，是我不生不在，立即得不得了。倒是举一分牙，总是寻到一张偏方，我毛病口好。不过郎中说的，这个毛病啊，做新疆佛法的，想不到现在我已经努力修脱了。另外从来阳千里迢迢过得来，等送给一张对方来，生命里对我几乎好。王奎想得该当。心应如啊，两只手伸过来，又想来接这样一张对方，就吹，就是妹妹讲，这个张对方我还这个，我这张对方接过来，谁是我生命，乃是我家乡，我昔人功名，难道才废了吗？真是为之昔人功名的归因啊归因，我值得够无奈。想到给他心里一忙，面孔一白想下过便提张一时，说是与什么病痛呢？也与人是否了？与人是否这当杀害？对不起，后人是否想不清见双流夫人？玉俩相过七句，放出呀，家规都是的。那他是相过七句，我不会许他的。
啥人叫你堂子里像青绿鸡？好了，时光不早，我再一次老手续什么？快去去吧！去，你将能往哪里去呀？后事儿你往后去而去。我说雷阳儿，往雷阳而去。雷阳。哦，是奴婢。啥个死的了不的？那么王辉也晓得，你抛弃之里归因了海人民了一件上吊的事情，不晓得。这王辉想我对你不错呀，一封书是本来300两银子的呀，你养我3年，我本来300两，100两一年嘛分亏的你哪回事？所以说一个人自家圈子了，不会想得别人讲海去活开啊！阿伟，这封信分水那个，像了一封书信，300万人口人水干。你为啥提起这封信？你还晓得为这个封信，我命都输他了。你写得好书信，谁啥子？是真相信，今日到来，我真是动词一句啊！哎呀，可去偏偏，那时候下头一封信不是去了，那么你还替我想想的，自从那罪子之后，我可好有一下个火，开自家，想自开。我查不亚嘛，不忘了一封病恶家事，哪想得到，不常是那一封虚事，想着来呀个头事体，关一个眼里哪好留的是？不是。4月，郎君分别。
君谁？为妻父一生不在陪娃休息，谁知那一天岁娃奴子的病危家事，那最是一字虚实，将奴性命才给
两生几世。桂林草侬眼里看一看个，是为看那王魁的反应。王魁想事到如今，你讲个这为啥意思？我老早已经忘记，我也是相夫的女婿，但是不亚么耍。等了该到文高看见，可是不得了，快点叫你走我是一个你送的一塔之人，时光不早，你快睡走吧。可是我是刚刚，你是对浮动宇宙，你在养个罪。我不高兴，我再来试。果然，口里浓浓，漂泊风气。绿奴足以披发，是奉双云宫，奴虽身风有。难不里相随，该打成披发，不然夫人晓得味道了的是什么披发不披发？被刺激夫人绩效身后体痛，唯要谁知冷冷手手，时光不早，快速走吧！哎呀，恨死！作为一个披王都不肯，做出几风范，放开一些，有能为彼子民族一想。相思之些相逢之中，怒不人君，怎样用得下你这个不知之身？不解之身，气得来血都要喷得去。你不要忘记，到辰光不能结婚姻，你心里想老早死了。不能结婚姻，心里当中啥人来滋来都是。不能结婚姻，你对老的苏来落得来。你可些辰光浪费一笔我不解之身，你今朝种子上游，你是让我一笔不解之身，快一个后实在来不及。这下慢慢讲后呢，你在相府里向家子亲着呀，你不是讲讲不起你哪行呢？为知老实讲，心里的不是讲意思呢。果然，你是此佛心，前路后意多深呐！既不能生，后不去死上死。看上去自家东西不说的，根本我们来今朝帮那个忙。为的啥？路路是不是到现在？我刚到现在不肯走，反而不是相府里的人看见，可是今朝讨厌，我谁人要无惧？不然一不走，二不许。两小非君子，夫都不相负。今朝出出来，一言后，喂，想到给他一口，想让一口宝剑攻来砰砰，宝剑出家，将归阴。四川相逢，到此受伤不轻。今日里，我谁来接个儿的心？我们去吧！上一步为登手而来，身体一劈，那个身体一劈，砰！一束手空了。人许家为他跟斗，宝剑地上唱一唱，对起来一口，
认不得。对不公饥渴还不应呀！门窗紧闭，引得我大气，这神往哪里去？想想王奎啊，王奎，你良心到如此地步，那是俺们良心为何报了石膏了？贵人七少，王奎，现在哪里呀？那口之下，我将其天不义，后立地府门。高呼不争，其身神不廉，谁那黑人庙中有了死了。哎呀，可以下文非不正，报节日分。跟您去交一个跟踪，哈，细头大，分明是巨啊！哎呀，好受高明，有进猛孙老的头出去，没得出去呀，得这个，贵人私密才是拉黑，这妖精围住了，王奎，哎呀，什么居士呢？南南北方，要不黑居民，何龙会这样死日子看黑不去？居民啊，居民啊！红心万奎。你口之下，我在二楼天子跟人高真有耍，情小有理，动死。后劲吹出来，忙里对经理，一套。是的。这访问无疑谁内道？我这王奎气放下，披头大字就是青天何大。三个县有三个区，那么三个区在上海人非讲，三个县在郊区，郊区我刚开的河浜不一样的，我不一样的。你6个年报的，7个月要正式开学，对吧？6个年就要是休息，我屋里只花园的，我看见王家人到王世进2个男家人打羽毛球，那哈呢？打这个羽毛球讲闲话我觉不懂。好，我清楚明呀，我李家人都不懂，那你懂，你懂管，你也是李家人的。我也讲这种闲话的。2个人打到澳门场羽毛球到市场上去的，谁来去听不到？我在那旁边，王世进问我，来了呀，这鸡啊，这鸡，一只猪呢，一只猪，这羽毛球，这猪也这猪，李家人是这样说的。我上个猪鸡啊，你靠这猪。刚的只猪，我刚这猪，我正在看到你这猪，那真的，我问他啥的，那真的那好。真的，因为我到今朝成为一个平台有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你才是本地人呀。我们讲起种本地闲话了，那留下来身份我还是本地人呢。那丁家坪市区，是那市区的人呢，凡是爱为啥点？那个郊区的闲话了，特别明显。深圳是省高调，是哇，傻瓜听啊一口本地郊区省高调闲话。但是滴滴呱呱的上海人，那么上海人这个本地闲话有个特点，你吃个啥讲啥？小，吃啥一说，小一小，地里农村的太阳的说一说，小个小，你不叫他错，叫他巧，火锅都能杀错，这中国不为实在。我晓得了，你讲我，火锅都能杀巧。我这样说的，那么来讲在上海一口闲话，就是讲，所以我感慨得很。讲起闲话来，到想着一桩事体，你小辰光真的蛮调皮的呀。哪了？虽然我来得个聪明，
搿倒对。搿些辰光你学管理规定，不许打零食。对个。杀人大充公上街，大家共享。那个纪律不错，叫半君子学得精。吃了这样吃，做没充分这样做些。哦。孙人我呢，人长得比较傲些。读爷儿子比都娘不放心。长身体嘛，搿些辰光你唔少吃药。搿辰光侪这个。不离宾馆厅里向打一听炒米粉。炒米粉得灵。哎，那么把你个同学发现在。哦。回班嘛，不去回班。哦。半夜里向，当时孙人我困着在。哎。实际上，搿个一天孙人我但是困着在。困着在。推断盘起来，侬一听炒米粉全部侪吃光。推来吃。哎。哦。那么孙人我呢还聪明个。哎。这倒唔假事。啊，晓得你推了去的。一想不想。不想。隔子2日天。宾馆洞里向一丝汗，啪啪噗一桶。炒米粉。不是炒米粉。什么是？黄酥。想倒是蛮像的，哎。不晓得推吃大鱼半夜里的一大王子呢。哦，一大王吃炒米粉。孙人我分困上，眼睛接肚子看下了海。啊。搿个同学也不晓得。哎。当时孙人我困上这样，脑子扎菜，盖头没掀开来。哎。一踩下去，好一个大开门，孙人哇啦哇啦叫起来，哎呀，叫王兄啊！吃王宵，哎，王宵啊！我前阵子原来听咱们光是讲起过个。啊是个。我吃王宵嘛，就在什么我都听死。啊是讲。哎。等些努力做出来两两那是我拿来自家讲的，这个我是讲的嘛。好个好个。你还说个？你我来倾听欧大人娘以孙人我丁家兵为大家演唱。请听。不如分离石路村，天涯红去你娘亲。送出富贵能许女，报恩主体万万神。娘啊，你在哪里呀？梦中神。
在如根。始终意。待女一人，她谁是老娘亲？能得今朝谁在门？心一生，不与我再分，虽然还乱灵灵，他的是我。事都与千金融，句句打中我的心。
妻子家中受苦深。大家，那么另外这节目还是三个档，范丽女、冯三英、施丽萍来是一度唐营戏妹。那施丽萍搿只琵琶呱呱叫，老你搿班同学当中，目前留辣平台头当中也哈手所在。那么你这三个人是难得合作的。我要讲桩事体给大家听听。不举小学道理，范丽女和冯三英两个人的名字啊，来得个容易相差。搿些辰光，你个班队、虽然队、虽小，那么心里想记出几个。我是要到筷子底、两菜子底，范丽女变成功花玲女，冯三英变成功汤三英。那么豫州呢，一个无锡大员打电话来寻范丽女，想请你多去做一档。范丽女发了开，冯三英接个电话，喂，请问你一个胡老先生还很啥？30几岁的人，比了先生在。冯三英一听呢，就如车子外，是李发了海，你哪哈？我里是无锡外，请多来收了一档哇。喂，你是啥人啥？我是冯三英啊。冯小英啊，我里不晓得冯小英跟我里只晓得汤小英啊，没想的。那么留下来，请听花玲女、汤小英、施丽萍为大家演唱。30年同我做下来，你实干3个单位第一档。你唱好开篇嘛，再练2句。你说西门子没刚开篇，跟每年唱不回来，你节目上不够。3高头3组唱。唱啥？唱火锅里向搞个董事娘。老公哦，打字我那个老听众的尾巴，不过我唱出现的不一样的啊，哪不一样的听听看着哇。新鲜，所以头写下了一个当营戏妹。那么3分10个了，心里想的没慌，啥都没听名字当营戏妹，戏啥人看？戏子革命嘛，2年吃你光了呀。那么戏改名的嘛，
历史起来节目上来啥的，我期待是啊，是我的期待的了。你不要去管理，新到努力是努力哎。你请听，大伯和位置去向三小旅行，马上一个禁止无相夫，这个使动改名叫和恩，但是不一的人话分神共心中昏闷得急。哎，巧在今朝早上来自河大院做起在文证里，三个人商量着机场。来了嗓子里多当，上面一个书记和副理的黑堂听了，原来我给做一个八堂总亲，我搞不进来禀报一声，说想要，我就到了平北等着，你忙说法，还得多少进来实在，我搞带子脑袋的黑上，另外没这个啊。和我兄弟要给着，是来着。我的大理乡们，山崖上的我的去乡呀，可得走；山崖上的兄弟去乡呀，可得走跑；那真去乡呀，可得走；呀，可得走跑。乡呀上的我的去乡呀，可得走跑。杨同志，这个你几个话？哎呀，去啊！哎，香呀，哦哟，香呀！那个人吃不消的，女人还是女人，我们顶着来结婚了。脸上拐过去一口呢，要死得了！这个就上一毛同一毛，这个是我的呀，像时间搞到妹子哎。这个我的叫大老妹。经常污名的了还有的名字们，你大爷出来的。这头老妹嗓子上的内裤头的蛇家，将母布子你把它太爱的们啊干哪里头？到了经常污名的了有名字们，你大爷出来，一定们来这个期间搞了个当中。来了这个被我的都妈妈，相府的一个规矩，某地我人3年不出去，东家开恩，少的做家之路。今这个活是特别的，那么我们跑屋里开恩，侬都喊得来了。不知道心里安宁，原来我的主人的喊侬不能喊得来，我倒不高兴把你改。来不及这个路，发个耳朵子叫，哎，我说了谁的？衙柜们，是呀，本着老夫府中预告规模，东门3年奉公，巨人开恩山崖鬼头楼花座。如今老夫以外，胸中一月，密谋身家，破例开恩，属于你们到此上踏进修。待不君，你们都有意非啊！好不，那边搞了也算了。跟男女们，我老夫你吃那不行。你再好风雨都是高兴。哇哎，来，快快继续一躬，当外甥亲。是。当帮这个开心的是什？刚刚胡明这里跪了一跪，趁我启动私下我的名字谁了啦？跟今朝多多的人改中了我个新郎人吹下，从我的都出来个辰光，你立了三亚边浪，人到这个头，闭目养神，看啊看，啥的，这种叫下意，这个可做啥？名字口进中归来，有的来了规则的改嘛，也看着了，对台起了一口呢。嚯哟，30个屋里的嘞，高高大大的标标致致，忽的啊一张一张，八字3笔，每一笔也刻着的。3份姑娘当中，给一个怎么高子，
搿种那个衣服，其实皇帝爸爸第三人留下就阿拉们讲不好的。从智王府下心里搞一句：娘啊！上枪长得来得个有样子，别人讲是三寸金莲，连三寸也分得。但这个群上不够，哪个家做门的？我可不奇怪，为此要引起我的注意嘛，有心去个家贼，在那方走了，噔，隐隐说我啊，我个上枪长得阿可家，可几岁？可几岁？阿可给。哎，什么在？那个屋里的水上得特别的浅，假设只是这样，希望分人。那么，以前观察，做么看不见么，哎呀，可惜。另外聪明啊，刚起刚呀，去搂搂冰脚上的头发，这在头发上像白胡是塌得了地下来靠着呀。这样一来嘛，水还露出来，对我看看，可上水阿菜呀，吃给，俺看见嘴，咁么干了吧？有什么嘴？啥嘴？晓得嘴，来这个湖面，对我灭了，现在一个女的，手过去嘛，隐隐说我啊，我个双眼睛长得阿虎给，阿虎都对下问嘴，那么我来给我吧，你晓得这吧？有什么啦？牙齿西巴西西，不讲讲嘛，牙齿看不出个咯。嘿，你聪明的，
弄个鸡卡子啊，牙齿缝里向贴贴。这个一来了牙齿卡露出来，对我口口嘛，说的为黑个事。哦，大把一口我都感觉这点都不起来，这个唱戏呀！晓得你国人上去戏不入口，那看呀，牙齿也戏不入口的，记得喊个是谁？牙齿也是，这个牙齿的是谁个？聊天个人都说啥的搞对家，还是姑娘搞也谁的这个？不是的。晓得你就暧昧之心，神经于之。你一定在生活当中人生观察，你也把它看得见了。有种姑娘牙齿上的3把3字，一看牙齿上的好，你从小养成习惯，就有意无意搭配你个高张，做那牙齿露出来的事业搭来搞。我去问你了，妹妹啊，侬姓啥？我姓许。我里住在啥地方？一副的待个在龙塘里。我可能有啥地方去呢？刚刚想去肯德基。这种牙齿露出来不能看的。你还有5个姑娘，牙齿上的不好，你说去鱼灰牙齿、蛇精牙齿、拉扯脚毛，4块是吃得着东的难看的。你从小养成习惯的，晓得牙齿不好看的，早都被你搞普及的。那些蒙眼哦，牙齿怎么露出来，讲不开了。妹妹啊，侬姓啥？我姓洪。我们住在啥地方？市场改工。跟你在啥地方去啊？家有点马草，那位口头记起来的。可养成习惯。可大把有这个被我的一口嘛，哎呀，去呀！都是苦人鼎鼎得失，趁火吹动思想奋斗。不为官，后面当科技与名字难不得的，你做你的嘛？莫非是我家喽？三位我告诉你，记得忘记在分到网厅上，他大去受个思想，你都晓得晓得。这想法为，其他都在谁害的，定定得出个思想反而忘记的，不可能。莫非是老太太当我不得有讲，而且太太并不是思想掌控改革也缺脱离的，但当作家拉牢了的，这想不会的。那么想要一家之治，想要好爱我太太哪个为啊？咁哪会付出来？这个被我都深拉下一口，那么晓得这。晓得的，也可以呢。搿
这辈我都哥哥出红糟，春夏还是姑娘，姑娘心思差不多。而且我到你办过几趟头，到底是哎，我个奴才是高高，我是当把为奶奶高，谁小女人哦？你晓得今朝到外地，我的再多，有一咖啡啊，谁是等你？做新娘娘去走，30岁一趟呀，大被我的别子的。这样思想我的在了无衣裳，房间了啥到里下，弄特别有，什么吉他我的的，你到了半路浪下，等下你懂。非得来了对你一毛哎，我啊，我都来的呀，快继续了啊！不好，想要女性的。这是非要穿下发了眼睛门的，所以来了那眼里，我不能上来第一个就该穿下。那第一个给他相互顶标子我的，来了那女性啊，那眼光到凶格，顶标子我往不能给他，上光口中了，3小女人是说手打你去。这个大伯和小西西打了一步，说那边想中回最你们哪位姐姐过来，你小的手的呀！两个屋的一本曾经都倒背了嘿，等那个3月我们到一早起。阿子呀，妹子，这种啥个配的家？趁归家你狗不去打理对的，可以啥娘不管。是了，你明给你买一买明白，大致想要是俺的人迷嘛，真不吃惯。哎呀，谁的名字黑不吃嘛？你说到这上面是衣裳中写的个咯？真通通跟起了2来不及哇！你还给听上瓜子啦？哎，是，那必须是为圣上说非是要自己，过来小的圣代呀！啊，那黑子，这非是你上的，啥人这个非是啦？啥人啊？出来娘，啥人？是我，啊，是你，不对哇？你拿这个非是啦？你的有色呀？非是哇？有色，非是，自家扣娘，扣不扣孩子哇？啊？咦？哦哟，那辈子有色这叫蛮保护啊！哦，我刚刚想起来这个非是哇，那你这个有色呢？晓得在，那哈，刚刚去吃你大杯，我脱自己衣裳，出眉头，再晓得我俺我衣裳盖，那哈，我脱衣裳我脱个男人哇！哎呦，你他真正说出来的，哦哟，跟那啥人咋非是啦？看呢，这非是衣裳我都来了给打，晓得自家面孔天上别去呢，哦，眼光凶，一看中我，脸是恶心了，不想。是你啊！对哇，我口非弄得大也是夸张，出美女关，乃是这个新人之外，晓得我欢喜非是干。想那个不出，我也不老实给，老自家面孔天上就是憋屈咯，憋屈了也不人家说的呀，哎像自家讲自家面孔憋屈，哎要不要爱出来？错有冲冲。我的福彩里头，你让我拼命过来嘛，但想要我门前一立。姥姥对个屋里一哭，我眼光没凶家，那第一个就给个没标志，干嘛要上去的？第一个是人工，大把好是文姐姐，打到我的门前啊，姐姐，no，小弟在此只想有礼了。我觉得那个人是的客气给，刚刚不够大，为礼。不用客他。请问姐姐叫何发明？乐见世袭。水水姐姐。今年几岁了啊？17岁。哦，17岁。好啊。姐姐，你是哪里人士？哎，那是对你哥哥3岁人呢。哦，姐姐你是高松人。哎呀，巧极了啊！姐姐高松人，小弟高松人，我们2个是同乡人。哎呀，这是巧的嘞，真。哎，姐姐啊，分是你家是在高松什么地方的？3岁呀？哎呦，雨林吃下虎。听讲了。
写的。听听看，红曲在旁边，玉苗锅里呀。好曲在，不对了，你这个玉苗锅了，好曲在旁边啊，那气里头他不得动，听出来不是你所主人啊，姐姐啊，小弟儿已经明白了，姐姐不是我能够受神。哎呀，那是手机人呀。姐不是的，那是开，不是的啊，是开，不是的。我的一脚龙毛脚在。哎呀喂呀，我说你对我手人呀。你收了，还是不能老驴了，晓得了。这对我的妈妈跟收主人、收包人其实是一样的呀。收主人标志面孔，收包也标志面孔，养嘴妹妹就标志得了对了。那从收主人动作，我收主人他养女高知，成功希望还多一点点，这不要管理的。呀，姐姐呀，我看姐姐幕后心思求得好，美人以后有一节别是重要，小口引导，你生得这妙啊，这妙啊！哎呦，那个时候吧你，姐姐果然生得好啊，好的，确实生得好哦。干嘛你欢喜我了？你看这女模的啦，是的。我跟你这样子想呀，真的是我们夫妻在。你看可是特别大的哦。我这来生的标志生得好，人工夫妻，哪能熬得快？我当心点了，妹妹啊，侬生得蛮漂亮，搞不能做夫妻，跟你好干的了。啊，姐姐美来。那哈，小弟为想福开呀。哦，三个为要富口，哎，但是看得起来。调子深情。这调子深来了。你喜欢这跑出来人家光是大号子啊，上得没标志。哎，小弟开口的了，那还是你比了。哎，小不对了还是我，亲笔害我进去了。是的。哎呀，怎么没什么好的呀？哇哈如哈，呼哈大哈，临时我就害我进去啊。可是不来是给啊。我怎么会让我进去呢？这个上了不好。哪个呢？上了不好。不，这个搞不出呀，上了我很多吹响非要你，这个嘛，那你想，那不是清爽我不进去的。我不要搞清爽，对我的妈妈根本对不起噻。要姐姐啊，那哈，我看你叽叽喳喳生得好，不是好的呀。对，是好吧，是好的呀。上了不好。姐姐啊，你的背心生得太高啊。啊，你要自己夸在上个背心太高。懂背心懂。发更紧，姐姐啊，我该清皮了啊。不来的，背心不高。你要是出来路到不好，我随便拿就在夫子不肯进去的。你哪得讲的呀？你讲出名堂来，打不好主意的我名堂不要讲的。说起来我会吹下来个其他的发心了啊，不要讲。姐姐啊，那哈，帮着小弟不讲的。是咯。那么事情都是你姐姐明晓的讲的。那个，这有道理。就是我讲了句，你万万不能动我的。这也是个东西叫。姐姐，那哈，你都说这个，毕竟咱们东北嘛是谁的人呢？说出来的。只有你别为兄弟而人。那个背心改的是样子了。哦，你刚的背心了，不对，那个胸口的呀。是啊，姐姐啊，是的。你好讲一个字。啥个字？好像心之中的山一地。别人他们一个都不要的，他们我是搞不你呀，我也不要，根本还有搞不上你呀。妈啊，叫一个东北人共生双对，我的了东北。妈，你要晓得讲过了，请别啊。
后面的屋里的扩子进去个在，事先嘛扩进去，边上有屋里不毛家在，夏天嘛平常到事先来得个呀哈，就把姊妹呀。刚刚看妹子喊出去嘛，但没开心。还有像妹子各种成功嘛，能做阿姐还吃妹子一杯喜酒，非得不给成功，反而不能我批得来扩进来。哎呀，我啊，你说呢哈？这张纸不会是啥子？去年的军长你也没付黑上我，黑上我嘛也要试看。但是自家不能每次都嘎啦嘎啦嘎嘎在圆圆嘛，我口不出关。啥呀？到这里去，到妹子出去，去两只嘟嘟叉子忙着两旁边。你看，哎呦，这小狼也说痛快真正的嘞，嘎达在前头，带火二毛嘛，哼。今朝也没付黑上我，黑上我，手来出眉了。我大把话说想的非要海里呢，不长起眼眼的海上里。啥子么看见不晓得对自家才是灭了，我们来才想搞不了吧？看看我的雨滴赶上来，面孔白白，上个海里过来大约。那边上这位手上是彩青衣服姐姐，与小弟身带手带呀。那么黑在彩青的呢？啥人今朝彩青衣裳没搭出来？说你看彩青啊，彩青衣裳搭出来呢？哎呦，本来也好的嘞。说姐姐，哎呀，黑来没难讲？咦，难讲？黑来没不帮你成功一对好夫妻吧？好夫妻，这么喜剧发生了，我真的发喜剧嘞！今朝到底八大神器，马超多往里死看，我行女主跟上。也是一个人，自家是给生活么吃喜剧子，吃喜剧也能吃开边子。哦，真搿种女娃也出美的，那你自家的想要去吃吧啊！我得跟上个呀，叫，觉得想要和我们人生，有的。来了这个我的一口，比刚刚我的胃要标志。为啥没看见？你的白青你娘不高。这对这面孔一毛，这美娘那个他家伙吧，啥子讲？给我毛啊！你当心啊！搿张面孔有什么？说你里搓磨讲是这东西放不进来，我当心点。大把个人就笑嘻嘻问姐姐，姐姐，小弟在此呢，只想风一脸。啥个风一了？我的不懂的。这风叶谁是有理呀？有理你们吃了中庸之理的呀？你讲的有理嘛，意思里头要违理的啦。是。譬如讲是你爹哈，把这个扯来了，你是多少都违理的。难做之气，姐姐啊，请问你叫我发明？不加红梅，不加绿梅，加春梅，特上了。大梅，头上的是大梅啊！今年几岁了呀？18岁。来！说个来了，我在问你呀。我为的呀。是啊，阿姨啊。扶到啥个楼的？我到底扶到高个？相信了，进去吧，扶到那边的。但是出家我海来出来嘛，礼貌不为你，只有那两声好的。姐姐，我看姐姐母女亲事求得好，身材苗条，作儿女孝，也是生得绝妙啊！见来怕我屁！怕你我的牛皮，我搞工的呀！来，姐姐，狗是生得好啊！真的？确实生得好，可干是好的，好。实在个我的好像搞不离个呀！想非要为此妹子出去了，自家去贴出了张好人用，可你不说得个？面孔马上显出来。哎呀，阿哥啊！是。你点东西啊？明白。我刚刚试那个脾气个呀。这刚说起来嘛，你欢喜我那么我会脾气，夸大你10口水晶，那你小子想要了，省个夫妻吧。你是有的。没，小弟为想不可。领得清，把你猜上。是的。
不灵在。跟我来课吧。哎，调整身去啊！再调整身来。在吃饭这里啊？我凶着的凶啊！开高的亮。那哈，俺是亲比。是的。不是那个比。当。我那么太大意了。要怎样？啥个道理？哎，这个。为啥？你看你啥个道理？啥个道理？听着你不刚这个道理，我听着我要我那边是的呀，对面我就讲硬上，咁么太过分，非要把我发下去。姐姐啊，你经济壮生得好，但谁讲啊？谁讲？俺是担心他干，担心不干。谁讲姐姐全国生得太高？啥干？担心那这个红的面孔上去着，全国高们来喊讲。听课，叫姐姐生来全国高。杀父不用刀，你懂吧？化作雨，农民以内包。这是都开门落山门的，高的身高刚的。咦，也是小到哪里呢？笑什么？那还把你说出来个，面孔干得像不得，可是里我的希望给你，我那有马车的用不上带着啊，见得那我面孔呢？你那不是想出来的叫哈？得想要毛毛，想要我的中国奶奶毛帮忙，想要带你看看那档子晚事，把那个马门口还是不来的。带我的毛毛办得了，本港非要你眼睛，我不被你眼睛，面孔一背，去丫头，是滚了下去。想要帮上你没办法，吓得妹子们去吃上嘴，忙着人对你追过来了，你看做啥子啊？哎呀，俺听见了，好像来做阿姐面孔啊，把质量不带走。大心大疼多你都，小疼多不得啊！实在想得出啊，更不该的，根本呢，该吹下，今朝来不及的，下趟有机会再留去吧啊！下去。小毛毛，来上地不这地烧，这地刚子嘛，我还不会得年纪年晚，上法海个当着呀，娘子。现在说写诗一定都是读诗的。对个，这个我晓得。还有20个读诗的。少年，你啊，你们我晓得过啊，因为你前辈老师们才晓得在。你个朋友唱个浪向不发转折，所以归在那说读诗去。适合问到，适合问到。啊，是个啦。那么原来哪不说的呢？原来嘛，看看那人家像上面收去，说读诗嘛，也人家毛大的个。那么现在妈妈好过，还是让你说些诗吧。生在面了说些诗啊。哎。那么照你这样说起，最讲说读诗嘛，一定是身高马大，
哎，上一马都会嘛身上照。他想啥不对个是吧？那么隔壁长得搿副民族啊？最近看你有黑有水哇。有黑有水。比我不水。是呀，有黑有水。昨年胃口不好，吃不落个鳗鱼。你还是一花比着呢。晓得吧？有黑有水了，我当你讲你来得个委屈。来得委屈有得我委屈啊？还叫比你委屈？小辰光我弄一顿8万吃1斤2两。哦呀，搿最讲还不对位。讲不难听，一顿3辰光，你都反当我是真开心，瞎讲是真讲。3鱼吃1米1本，粥吃2大碗，还有12只大馒头，一顿哦。搿西瓜饭脏死脱个。哎，真的是奇怪，发生很多问题是吧？郭玉林吃也结棍个。郭玉林直到现在早浪向起来吃葱油拌面，上1米1本。1米1本不开。真的，我看见过。2碗没做自己。佛山子，你现在听到2个吃多了个蚂蚁，你都说出来，只说出来不是那样子。哦哟，搿是中气十足，大家听听看。请听。自从出大今朝第一趟食平话，先生高兴，但是也蛮紧张，吓得分眼。最强本当侪是说平话的，自家对你所说下来。那么追老师啊，说得不对嘛，来多多关照啊。郭老师是有客气。今朝嘛，那课嘛有什么？今朝你是先生，我是学生子。那么是个神台子，这个是你个出口试。所以今朝向你学习，所以坐嘛坐了下水，打你聘你为神台子。郭老师啊，你来吧。神台子下令，把了有家以后，发配充军到边关。大闹边关，怒当不少两队龙，尸体一龙一头。老牛婿等到得了消息，马上伸手打他。关长那个犯人下令打上来，神台子下令听见老牛婿一声说话，打上怒道：“元帅在上！”随声喊令，叩击大元帅。不，下跪喊令，待起去啦！是皇。牛婿一口举了让这个犯人马上好的一回。四方面孔永为他已别真开放，而且击溃要有后备用药，使得大将之在。按理是今年几岁了？卫兵大元帅翰林33岁，做后生里江湖保镖从军击累你。早呼！大胆翰林，向儿从军到此，皆应安分守己。须请大闹闭关，而口之所非翰林之所。好，本子本帅要将儿在身。你儿乃是一镖客，俩与谋逆，狗儿本帅格外开恩，今日命你上当，密室谋逆，虽若是有用之辈，军中条例，服用之头，休怪本帅。是，都贼大元帅不杀之恩。而所用什么兵器，当面一试。后来一听嘛开心，天大的风波顿时平息，砰地浪来几声来，对赌场两旁边威武家了浪口18样兵器。我渐渐家人，自家晓得手上一根上枪，但是今朝的枪不能用，为啥？因为该打赌场浪下，尤其是边关，副将密密人人，有种是枪王枪主中啊讲来，
我反认为枪法美好，一路枪补下来，各地人一摇头。哦，别家，我要死个，是今朝用的高尚，自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修了当代子，二零上天要给当代子，因为代子个样么是从军队里到岗务浪向来讲，外个人很少，军队里数级个人很多，岗务浪当标个人很多，位于当代子个人少。正因为少，因此出名的谁讲你少？老一辈当我后另一代齐名少，一塌瓜子吃了两粒袋子。南方吃了我神袋子后领，北方吃了一粒金袋子，这粒金袋子不得了，每一粒袋子外头飞金，构成金袋子。里个袋子非得从北方想到南方，而且从北方想到外国，外国人看见那个袋子阿婆。我小辰光就听见金袋子名气响。后头来想，他家这个老前辈，就是打听起打听来，说到这个金袋子现在不大听见着，说好像让闭关做大官。我过到闭关要想去他家嘛，李都讲还不大听见着。说这个金袋子啊，可能已经年纪大在，还有可能已经高老为相，还没有可能这个金袋子已经塌烂头个着。2003我本人谁不破谁破金袋子，只要离佛了郎给打，我是当袋子。为兵大元帅，尊回声喊令，能打大儿子。二一能大胆谋。如果一大家等到听我一人落着，带个反应看看哪个玩意来让作死哇！上么上把上来人讲当台子，哎，你带起头来看看，你公屋里向说好的啥人？老牛山不是本人，当初辰光当台子当中的王大王，金台子谁是你呀？你哪带你去比苗头个你？可是西庭西在这话，大家一人紧张我，哇！对谁不走去，对牛山了浪口。牛山听我，哦哟，气呀！对后领茫茫那个吧，牙实在没好，毛病吃了骨头里向，一是个骄，一是个狂。经过让我们这个讲当代子。你晓得我说金袋子蛮好，你开出去来讲当袋子，我带你我来试一试，当得好唔少，当得不好，让我来教你几招。不晓得牛山啊，哪么来画笔？都是后领袋子当我，吓得那牛山当我不管的。李南晓啊，是。去公台，遵命。石郎谷答应一声，邀请到里向，公台拿出来，后领不必一放。那么后领想哪行打，水了让该打打哦。大堂浪向上火特色啊，可以是可以。来当我带过相对浪向，我好一点一点，我拉起一把袋子，哒哒哒哒哒哒，可以通通命中目标。但是实际打，只看得出我袋子里向的功力，看不出我袋子里向的奥妙。我要当顶下的山龙向，当那种飞禽追兽，要当你的眼睛放荡到你的不对。但是不可能，中福记的规则老牛山10多的文武官员跟我一个凡人到山浪下去，这么难呀！就了，为兵大元帅。能飞行大元帅，各位开恩上，军威翰林，在天津之中一试。牛山到底是当台子的难啊！一听对了，大堂浪向地方性难打发，到天津了，对，可以点点那个斤两，看看那个本事。好，本帅应允。
牛山手上带着人立起来打后头，抵我努力给他皮塔子挪到体前，啪把好牛山身体当中收的。吩咐故有两相赛力，神代之二令体前当中一列食堂部攻台二令北边一方太大王边，那么二令二无身体，要拿这个一张弓拿出来。过去用弓的人，好的弓、考究的弓，不用的辰光，连这张弓的弓弦也松脱的。不所说外头会套一只袋袋，这只袋袋就叫弓囊。打！袋袋去挑一挑松，水头到里向，拿这个一张弓，砰，吞出来，打！拿到水里一看，呼呀！二零来的这张啥个弓啊？你看弓背两头，曲曲微微绑好两条金龙不收拾，而且当中往里撒上同一的枝枝，耳聋细枝，让曲曲微微的里向为开幕紫彩八宝，太阳光照了，闪闪发光，哟，一张哈弓，自家的功夫能打的比赛。二令打在侬个张弓一等分量，蛮开心。弓不好，但是搿张弓比自家用的弓要轻上1斤2两，7钱多上1眼眼。你等得出分量啊，用武之辈，自家用过的高上打，哪个人高上一等就一等出来。上级要等都有讲究。等我来分两松，说明用弓的朋友的力道要比我重。现在一等等我来比自家的弓要轻，二令定心不少，那么要上这根弓弦。吩咐过有谁不在看好了还？二令啊，但是你不懂，老牛才懂噶。但是你臂膊浪向给多少力道，你一口就口出来，力道足，说明你袋子当得好。阿对，完全正确。二令上个跟公益当和你实施一样的道理，老听众听是听得懂，有种两位老听众听是比我的实施的年龄为要长。搿到先生是好是坏，用不了啥听半个2个钟头，只要爬上来带皮步带意思个把你带出来的声音，一听就听得出好了不好。如果带皮步把你带出来的声音，当当当。滚上去个地字来得个清爽，搿当时不错，基本功好。顶坡囊带出来的声音，嚓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啦，像杨开东里大哈不中国台湾的。上个跟工艺有3种上法，顶好，顶漂亮。2条臂膊拿个张弓，喷高出来，但是2磅7斤之内。是个第一种上法不来是非要紧，第二种上法一头绑熟了几浪，为女头2只手夹一夹的，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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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是个好上。是个第二种上法再不来是你第3种绝办法，搞一只脚拿个张弓打一堆，嘎嘎嘎嘎嘎嘎，好上算是吃相难看的，是个副样子的嘛。二令果然来是定心不少，慢慢叫拿个的弓运到2条臂膊上，嘿一声。大元帅中尉将军刘卫大夫翰令西去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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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这根弓箭打我来，别多少弓背后是小个扎个的，谁去杀小子的？打弓一上后个长弓，调到周水后令吃腿开弓起，面不改色，气不用呼。不比牛山看来后令个跟弓一上我，心里想白不好，勾心利落。上得上中强调这个2条臂膊里啥个力道来？那可里可以去等到突破，
三个刚刚搿点起来，三个分用的，吃力哪回不吃力？吃力了让理想，搿个就是功。牛三自家也是当台子，哪会得不晓得？一口没就明白。搿个等于说诗一样，特别是读书，读书叫一股劲，说得好个样子，台浪向起家式，西面开打，乒乒乓乓，搿个吃力了让理想，很多观众看不出，听上去人就没声音，飘逸。有两个别家地的，杀死的马力的，台浪乒乒乓乓，金金咣咣。一米说一米三，都是碰到地罗爸爸，你讲行得是啊？搿听子里个水要枪子塞了那个，像个落蒙松雨这个，搿个水太歪的。牛三现在一看，哦哟，不错。文武官员三口哈了海，一看，哦哟，想不到个犯人比波浪给上多的力道嘛，大家定心不少。神台子武林第一趟爱护身体。台子的台台可以当挑一挑开，哐杀一把台子多少？要有6-7粒，甚至要有7-8粒。上多的台子了，让水里难能打。二零本当当一种叫荔枝台，后为荔枝台，随着一口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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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去，可以统统命中目标，有个地步。神台子领槟榔刚报表，虽然只有一个人讲到四面八方过来，你不慌不忙，拉起部队子，猛震讲到神龙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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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发出去叫上个的讲到科技台子在我的，讲到不懂，那一股子来上多的台子，神台呀！神台子随着各个老名气响出来，但是今朝这个台子不能打。才是的文武官员要无一路打法，带上头一口又两天浪打，带上头打都不杀哈口，杀不袭击3粒，重新放脱，撞扎好3粒台子，拿起来对这个3粒台子一口啊！就这个3粒台子啪啪啪啪啪飘过不得，为啥这可见3粒擦啦子要往金台子杀不杀？金台子了浪给到路当上杀人家，妹妹叫口口到牛三给的，啥不是老牛三？那算是出名的金台子。那么也是真，我后来哪可让南门子当台子，让南门子当台子，真是为一比较台啊非要台。年纪那个都自家内好，那一定比我当得好。我今朝当得不好也是。我哪可让南门子当台子，我让南门子当台子好有一比。关公门子武大的，孔夫子门子都把高升，一三个现在银行门口去第一分队，打你都别秒队，那我太被有了一种啊。后领阿娘这个啦，在这个3粒台子口过，把老牛在位置内出名的金台子，我后领本当以3粒杀水给到门台不轻易打，今朝只能拿出来。但是我领晓得，当这个台子心里不能后，一后就要死，所以叫后死。想到给他气调在云层。2粒台子水星理想夹牢第1粒台子打这里龙翔开牢大元帅中尉将军的为雷夫喊令西吹啪水云有理想一时公布之事第1粒台子攻击牢大鬼牢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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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水一从出口去地里头冲上去，各地文武官员队哇，全部抬起来在上头看，做啥？夫子躺的几乎高啊！看，大家抬起来在上头。喂，那打得了看不见个家，
哦哟，口福就是唔啥好了海话。哦，大对年纪轻，但你牛三不能比。对，别家伙啊！牛三你看不到地洞，搿类台子打得一是个高，一是个实，打得高比玻璃箱力道大，打得实，搿个说明功底了老，所以脱口而出，哟，好啊！你听说我们这老牛三了还好啊？牛三乃是那样，乃还好，中国好，根本那哈啥第二组嘞？打得好，我们老早就晓得他打得好啊！搿来说上说实体怕马屁个，圣诞节后令侪听好了还，中奖还好唔啥稀奇，牛三还好那么定心，好生之中第二个位置公一郎大佬，大元帅随身喊令，有戏吹。廖军之独立，打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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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到今朝听书听出外快来着，来看看郭牛林搿种那个嘎子口，不是此女啊！现在搿种别家店的经济负担远不及你个。搿种人不识读书了，可死脱个。不过闲话说出来，郭牛林读小书才来个。郭牛林啊，差不多在，嘎子打下去了，没底个，说吧啊，蛮吃力个，我们晓得蛮吃力个。哦，打底了海了，真叫好吧？后令上天不打，你倒不是愿意秉神光，你是对上头了让扣第一的台子，实在做不够。砰！一飞冲天，抽到顶点力道特特，望着我队，了让落来的辰光，那么个地方吴国也刚刚看见。哎呀，那！我都看见狠令，早去看见，众位将军尔等看仔细。哪里有？当！第二个台子上去。第一个台子，来了我来；第二个台子，来了上去。加上第二个台子不足不与侬第一个台子躺一定，第一个台子不让第二个台子一定，一定高机上。但是第二个台子呢，行不上去，发下来，顶了半空当中，只看见第二个台子，成功不定，搿类台子与名堂叫定心台。嚯，牛三一看第一个台子打得比第一个还要好。搿为啥？我不一理。哟，妙啊！一片赞扬之声嘛，搿个是文武过于心里想发出来的。为啥后令啊？搿类台子呢打得啥子好？台子啊，下头实行一点点，到上头不拿两粒台子碰头，来搿个人的本事已经好得不得了。难看呀！现在搿个两粒台子守得实강针，好侬第一粒顶上去，搿个啥个本事叫？大家对不住了，对老牛三看看老牛三啊，拿搿粒台子不就个犯人家？你牛三平常搿两粒台子瞎打个呀，葛么到上头阿碰头，天地良心，你牛三瞎碰头个。不过你牛三两粒台子等到碰头，在往中黄土里啪啪，你牛三打个叫黄棒头一样的。搿个台子打得好，好生之中再遇的台子，公鸡浪打了。第三粒台子有花头的，张铺不来牛三看见，瞄准了第三粒了。所以本当我实施说的搿个一位是当台子了，身上规则个票价要翻1倍，今朝马马虎虎啊对。当然身体不足了嘛，大元帅喊令有戏吹了，停！当！两只手呢，口口当一对，搿个是迷惑大家。那让将要发出去的一刹那之间，后令手起该只大嘴头，那让台子的边浪嘡一捏，
搿类台子上去，不是必胜，也不是黄豆里，第三类台子，一只大个 A 四形。越来越去上去，搿类台子与民党叫属于的，你让结婚子，台子哈啥个上去个？口欲个。我们在座来听中当过落台就晓得，三个把一只伤害了海。谁是当了这个台子的背浪下，牛铃还是该个牛铃，他的背浪一群第三类台子上去。你到上头为火队了，第一类台子让该打，第二类台子让该打，这个第三类台子都啪对攻这个两类台子出到顶点，三类台子成功一条线，这个三类台子与民党叫平生三劫，也叫福禄水三线牛三看我第三类台子当人爱脱了，上来后领这个一类台子也会打。我书朗向口见些个，按照书朗向历史几十年，阿伟分为，居然这个犯人今朝三类台子当得上啊！心不是经过一场，哟，急了，杀气呀！吩咐过于不于是心里想发出来，啥么子非一个台子当得好，这个台子你从来分看见老牛赛当过啥么子好 S 型上去的哈。这个啥个本事，大家对个犯人看看，那个从台子稳稳就可以开杀人民，军中要力。假使大家又看不懂，只看见个犯人立下了当中，对上头浪口口地杀价，都不懂。后领三粒台子打他，对上头了浪口，可三粒台子立到突突，望着我的，落来这条水，啪，伸出去三粒台子，噌嚓噌，啪。重新回到水浪，大元帅，此乃叫无必归上，也叫势高气上，一落贵更好啊！搿对你看啥么子啊？犯人啊，你打出去个台子还回到水浪来休息噶？你牛山打出去个台子，从来分口距离回走来个呀？这个台子当得好，打的实在是太好了，不错不错不错。两个小老爷开心忘记他狗子出来着，打得好打得好，他打得比我们大元帅还。稍微不点面子呢你啊！呀，四夸子哪可以讲比牛山打得好，昏特个是吧？好是得住嘞，打得好打得好，他打得比我们大元帅还真呀，还差一点点呐。总算扎出一点结面子。二令当台子据说倾听我打，吃得多到底有点道理个哈。一米分3，一米分5米分是8吃个，啥子是一个劲，分分都是。你都难别听着，你组织30年同我把第一次听着2人这样说事，真不觉真麻利。过年以后摊上去上山就不得说脱个了。那么留下来当年是要唱的。是白手手里向合的，是王玉立搭庞婷婷。那么这两位呢，三只调到你头里向来没几年，但是呢，你大里都认得，但是30年门前辰光认得个。为什么搿辰光30年门前你开门办哦？到苏州后秋山叫我一个新庄大队里向去，搿辰光比较艰苦好农。那么你男同学你住了仓库里个，女同学你住了蘑菇班里个，那么教授了课堂你住了养鸡班里个。当然，鸡是没搞，就是稍微实惠，3多，因为当时辰光生产力比较艰苦。那么你上课呢，王玉林呢，正好是辣浪上述是平台的学官，所以你到学官到你学官下来呢，来算了大家交流经验的。那么你到大台上，你到当时辰光上头这个头长，就是王玉林的师兄，你到衙王伯英先生的学生子，军事班叫将军好。那么大台来，你都一批学生子，你一批学生子。
那么你是王用的烧进来一口嘛，你年纪才比你小，你跟我没老理的，是不是啦？不可一世的样子。你强调我懂，马上比你多好，年纪比你多大，没事比你多灵光，好好叫你今朝么考察那么多啊！搿不强调，是不是啦？搿等些你跑进来个老师厉害，啥人？跑进来告你个老师，讲究这老师，是你老娘搞个先生，他先生漂亮的，分旁边课堂里说，就是说他，一下哈子3日天分吃饭，困至3日天，第4日天的醒出来的，醒之之后嘛，你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想办法超过你他先生搞出来的批出了，要超过你，用功啊！马地上几乎20手，当上批收下来用功，到今朝超过我。所以我这样的唱的不够，肯定比我好哎。不相信都听了，庞婷婷搭是王玉来2人上来唱个合拍，叫淋雨一家，淋雨风雨，现在有请2位为大家来演唱。贝丽女了哈少，我一向蛮谦虚的，比上我强。今朝是未满30年，其实不知呢是我与上海平台头70家的这个回顾30年，70家的3日，70家呢大家有目共睹，侪是佼佼者，侪是相当，统统相当。现在是平台高里向的中间，个个侪是精英。你发觉这个范林玉这个时代已经超脱了发展了，已经高祖改得很，失血代创，样样拿得起。可是高祖不只有理解的，哎，别人讲别不咋的。那么你俩高头不是70家，这个今朝呢，你俩高头呢来祝福，啊，为你不高兴，来祝福西川。那么刚刚沈丁的唱歌肉心丁，你俩高头来唱一段。把rodrod合拍，请听。俺娘娘在发海欧说，搿只金不合大头，那么显得自家性命难保。但小姑娘许仙，虽然你结不上1年多，夫妻但是恩恩爱爱，终当只能够把头带来。哪想得到今朝就要分开？不侬自家真正的身世看不里听，哪对得是了？讲吧，官人娘子，四大水军，走起对立，10年吧。是。老妻在山中虽大。去岁后让星辰，公水路不寄夫君，一地芳心来君。风雨动，曲共斗，红绿当为神奇，松荡不对。用相亲，那些例子不行，贵人娘子，放啊！呀，走起对立，试了吧。
你少点不这点说，这点讲子嘛，我还不会得年纪你问，上法海个当着了，娘子。哪个搞那些个人带些个呀？孤身。这怪我的耳根我心一猜，轻心神意事后胎，怎落得家破人亡失败，都是本身的不好。哎，夫人这个男孩寡奶呢？谁是发黑发黑？那些个人可良心的夫妻的老乡，为害我个了呀？夫人。
光只听见上浪向梦见姑姑的声。哟，听那双山姑哭娘娘听见儿子哭什么心事的个？君家母子马上先分开，让我再来拜拜儿子，再来看看儿子吧。也想立起来么哪来事，动都不能动。有个人，快将姑姑抱来。觉得你来不及，又想看看儿子。如果记得上公就打，我儿子跑到水里，所以血管刚刚满了，娘就走此大难。梦见后面的梦见我，重新举过去，娘子姑姑来了。是的，我儿子摆到水里，梦见哎呀，三个哭一个不停，娘娘觉得奇怪，平常辰光儿子不大哭，谁是哭了摆到水里心不哭？今天为啥也哭一个不停？内心哪里懂？内心哪里刚刚摸那个三个，谁懂得母子马上就也分开？娘娘的眼里真的像都是一个真是那流泪，梦见嘿。娘娘眼睛弄衣裳打开来，嘿。吃呀，你吃呀，你再不吃也不吃这样，娘分离不为义。少女对我细致意志哪弄法？刚刚满个小狗血拍拍呀，那个不小狗你是唔叫哈多多，这个哪来是？娘娘想来想去，想至半日。这个小狗最该把家，娘阿姐来临没放心。不过周女对我对不是阿姐为的上，因为小狗你从小就是你领导，想不到我个小狗也要去拜托你，果然娘子老死之后。箱子里袋里不是，我是个小狗衣裳，总喊了箱子里。小路雨心
岁。哎，娘娘做女的，这些都有紧张的事体，俺拉当初分得里多做好的。不过做女的等待儿子同志之后，有一桩事体小姑娘啊，定定眼睛啊。金不拼命的后来，喝到娘娘米满跟须马也好，有个人快将我拿去。小姑邀请白过来，张婆和进去，举过来上廊向刚刚放平嘛，听见背里当，啥个声音？围过头来一看嘛，这只金不这么叫话，我娘娘的眼睛在黑头。对，举过来，儿子。哟，姑娘在哪里？莫让虚岁莫带里头那么想啥？或许小姑娘有个头痛毛病，特别带着两天。我带里做好的麦子放了箱子里向你分享的。姑人，你带来冬季死也头痛，为至于你做两瓶鲜麦放在香笼之中，带来冬季待在地上，口发风听高三这两句话，心像狗足来伤痛。那个人民受了让顷刻之间，你为了鼓励我的蓝天，等到你追之以后，将我那哈狗，将我那哈我娘子。娘子恩情四海洋，我须系该记在胸膛。娘子啊，这是戏剧映日梦糟糕，宋金石上风可须也是家饭。娘子啊，本这是了你家务。与你怒为柔，宋金石背托姐姐也费心哎，娘子啊，本就是恩爱夫妻，好几不许。宋金石。心悲情，
过来的再好。稍微唱点，够力。现在观众还一个，没错。稍微再来唱几句。长城风是，今日乃是老夫陆世去对，来与我唱上一曲。是。
3月压人人，这比天下儿女心。这两句是你蒋老师的神作，灵体里向两句名句。那么一个白话上子呢，蒋老师所有的李玉明的开篇才告把你，这个在灵体里分合上。为啥呢？因为当这个时代有关系，女人之间唱灵体，你要有理解。现在的人，我们在蒋老师当中讲不能比，还没人让人理解蒋老师对这个开篇的体会。所以呢，蒋老师能够唱得好，现在人唱不好。所以呢，唱这个开篇人很少。哎，近2年一个嘛，一个开篇唱得好。啥人细心一点，要聪明。你蒋老师当时辰光给你脑子活络，女人之间，这个人一定要笃信才能唱得出灵体。啥人笃信？但你年纪相仿，再笃信，一个嘛一个大家里还得喜欢心定笃信的。那么到底信得哪？听你唱啊！你唱人都得晓得你信得哪？请喜欢心唱灵体，有请。今朝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未满30的专场演出。因为我是79年考进上海评弹团，所以呢，到今朝1年25年，所以我叫25年。所以今朝呢，我是来作舞演出。但是这个25年，大概的同事啊，就我个深远的友情啊，当然今朝上来，我是非常激动。伊拉我的艺术生涯当中。你的确有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拥有铭记在心。那么还有遗憾当然有，每个人总归有点遗憾。我考进评弹团的辰光，情窦初开，我倒看中2位姑娘，但是在名花有主，所以到今朝1年还是深深的遗憾。昨日里头。艺术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今朝为大家来献唱一段李恩体，请听。古来。谁愿意深深早披天下儿女心？始终也儿愿们能与继续生，想我报君为难以不是不开为是居士心，我是否去避爱上人对明月起两月的问
想当初是青梅竹马同玉溪，隐隐相随是两相情，初学春景更地日明，在那花季月下上得心，真是亲爱我我里亲亲亲我背都心，我是为亲亲抛却人生，为亲亲独心你，心一热心忙总难寄托，承受之事四方心，我设指望好姻缘，与情几不是一所及并地风都生，亲亲是他必报心底比，世人意中人更比作了恨中生，生计得当你妻子是没用，你说什么是生动楼长似动里，为世人为爱牺牲，是为世人是情绪里努力情，无论还是塞门都是家，可怜我那真心上，却误来了你家心落花雨衣谁绿水，那绿水风景带真深，所以许到哪儿都不行，你们生归也与那不幸生，我是否以伤心风遗恨，狗儿没到负了也哭成
绪，叫着烦恼的一空门，彩日披红笼，神木沟神中了山森。这位大概来唱两声《芳庆纪念》。谢大太太今岁我8，清风河逼做了5分沙，他日来以后头乃仔细，海北一回海南，双手袭来风密码。毕竟你生你往后去，为何你是天涯地久金花大？你是休不想娘在故乡后在外，我何必那风中只做草上霜，山峰可需要早晚吧。那么我要讲呢？这一只节目之外，是吧？王家明和倪宁春2个聪明大鱼。哦，两个大鱼，我估计讲你聪明。哎，听众们非常欢迎你经常拍摄。随便上哪里都主唱，侪唱得好，侪有味道的。就是说呀，王家明是真的唱得好，说得好，非常有灵气。倪宁春不太白，那倪宁春真的聪明了。哎，平台会唱，哎，电视台会拍，小鸟会养。搿句都说得该。我不是瞎讲。哎，你几晓得？一个哇？我还一个。哎，35年半年龄独生子女才一个。哎，你2个。这是人话不能讲。而且今朝带出2个小囡，一个叫英姑，一个叫冬梅。哦，寻王依林想要去高城师妹。俺是叫赶上来的。哎，那还是快递吧。哎，请2位唱啊，不过打招呼。那哈。人家今朝唱，才听到1条声音。哎，倪宁春都还听你2条声音。啥地方？搿两年伤风，喉咙里向有2条声音，所以呢叫2条声音。你都太大比你好啊！3条声音2个人，我们都听听吧啊！听听。水上唱曲，王依林呢想要得胜，陈师妹自家的学生子抛弃妻子，而且我要杀之灭迹。哎呦，伤人天良！哎呀，可是我学生子，现在这位是父母人，哪能法？嘿，得失了苦思冥想，想出来这个办法，背着乡里背竹马场称呼，水荡一出。还有啥唱的这个吴魔公为心之意，普君荣誉，一片好心啊！现在世纪叮当，毫无可隐瞒。60岁的
我上次嘛来着，属下了听到了，一切事已定当，一声吩咐来，叫乡里上来，当中放好一只凳子，新乡里上来，为毛一把守在居中，啦啦一声吩咐，每场称否。是。今日乃是老夫卢世勋对，来与我唱上一曲。是。姓什么？生真什么？生是美。大悲成佛，竟该理解我们驸马公的名字。他日神力创下多纷章，谁你杀风？别看我不进去，我为
份恩爱，何来真娘呢？相依他是我的不知把口中钟灵思忆为民呀，拿起他的功名。真娘，相依呀，他许必心恩上。真娘比了新郎相依师兄离家乡黑，一起随你性命难。这谁最知情？天黄黑，家家厚厚那菊花无家人。擦根是壁垒都是都是嘿不尽。是大花风去
中老乡要听我，爱脱了。一个人是个跳纸进去，个形象里闯大摇，是真强有啊！这个城市们毛毛这个高子平台吵得这个好，你说得多漂亮的啊！哎呦，我一来了做你的，我忘记脱了，我今朝啥的？我今朝三个当中雄中调舞，哎呦啥没？城市们听见子嘛，卫生主义。那么王一林呢？王一林不走头来带学生子郎忙，过些辰光城市们得第一义，面孔红一人白一人，分高处。那么来了做你的这个，趁一当天，让我们来出两声。所以带真城市们毛毛们一上称，马公。郎风几句非夫之言，相求于理。驸马公，你且听了。
公为是相认了，老夫知晓你不肯相认，只怕为水问题，你虽然不起。喏，放心别了，非水汤如泪问题，但是我已领了想要告我绅士们呐，旁面空一杯，两相关，我与之乘风，手不相识，你口口相辩，莫非触痛这功乘风，以害本宫不仁？啊！哎呦，老外想法。小主啊，你讲得出这个话，伤心体谅。呀，呸！我好意，想出我不用，飞到老夫用计为。好心人，越思越想心里了，一身是美笑容，这我看你真像有请当大人，那么要能人士们啊，唱曲到此结束。